妹妹总觉得这索尔纳的话十分可疑。姐姐，你可千万不要上当哦。妹妹放心，姐姐自有分寸。夏婉，朕听说白天静妃和淑妃过来看过你，你们还聊了很长一阵子的话，是吗？小婉本来想向皇上禀报的，没想到有人先向皇上禀报了。朕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奇怪，他们二人从来没有到钟粹宫来看过你，为何今天突然来看你呢？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呀？皇上，你别这么严肃行吗？瞧你这脸色，把小婉吓得心里咚咚乱跳呢。小婉，朕是担心你，你不了解静妃，她有多麻烦，她来找你一定没有什么好事。皇上，你多虑了。静妃娘娘和淑妃娘娘今天不过是来看看小婉。小婉不是跟皇上已经说过了吗？自从皇额娘接纳了小婉，小婉便和后宫姐妹们接触的多了。这静妃娘娘和淑妃娘娘对小婉已经没有从前的敌意了。再说他们今天人都已经来了，小婉也不好把人家拒之门外，是不是？如果仅仅是来看看你，那倒无妨，但如果静妃对你说了什么包藏祸心的话，你一定要及时让朕知道。皇上你就放心吧，小婉在这后宫里不也算是经验老道之人了吗？谁要是想包藏祸心的话，小婉的火眼金睛立刻将他识破。你能这么想，朕就放心了。小婉，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让朕费神。皇上又遇到什么事了呀？皇上不妨跟小婉说说，小婉为皇上解忧啊。皇贵妃的位子一直空着，按照规矩是不能空太久的。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，我大清朝的皇上还会被这样的事难住？这后宫有2位贵妃，皇上可以从中择其一啊。小婉，朕想立的皇贵妃只有你，只有你呀。皇上坐。好。果真啊，朕今天过来是为了看看你，也看看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样了。皇上，臣妾这次可是万分小心，臣妾肚子里的孩子好得很呢。有什么反应吗？现在月份还小，所以呀，没有什么动静。朕想啊，这个格格一旦生下来，肯定和你一样，活泼可爱，好动。果真，朕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皇上对臣妾说的话，那就是圣旨，怎么能用商量2字呢？不，这事儿啊，朕必须和你商量，和旨意无关。果真，你跟德妃关系最好。德妃的情况非常特殊，她不能怀孩子。其实，朕每每看到你们怀上孩子，就会想到德妃，因为她是汉人女子，皇额娘就不准她怀上孩子。朕心里真的很难受。这对董姐姐实在是太残忍了。对一个女人来说，这的确很残忍，而且德妃自己一点错都没有，所以朕心里想对她做些补偿。皇上
是想让臣妾做点什么吗？只要臣妾能做到，臣妾一定会心甘情愿，绝对不会有一丝含糊。朕就跟你说实话吧，你要为朕做一点牺牲。没问题啊，只要是对董姐姐好，臣妾一定会心甘情愿、高高兴兴的。皇上，你告诉臣妾吧。是这样的，这皇贵妃的人选必须要在这几天定下来。皇娘和皇后，他们选的都是你。如果不是因为德妃情况特殊，朕想，朕也一定会选你。但是现在德妃，朕过意不去，朕……果真，朕知道，皇贵妃的位置，对后宫的嫔妃来说是何等的重要。皇上，皇上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，皇上太小看臣妾了。朕没有想到，你的反应会如此强烈。臣妾的反应能不强烈吗？臣妾对董姐姐，就像亲姐姐一样。皇上竟然还担心臣妾和姐姐相争，这皇贵妃之位，肯定该是董姐姐的呀。皇上你竟然担心臣妾，皇上真是一点也不了解臣妾，太不了解臣妾对董姐姐的感情有多深。皇上太小看臣妾的胸怀了吧？果真，是朕不好，是朕误会你了，朕向你道歉。你真的太可爱了。皇上，臣妾其实早就知道了，臣妾还一直跟董姐姐说，这皇贵妃位是非她莫属的，谁要是想跟董姐姐争这位，谁就是小狗。臣妾还知道皇上是怎么想的，皇上心中董姐姐早已是皇贵妃，臣妾还一直为董姐姐高兴呢。你说你早就知道了，你说你还跟德妃说了，怎么德妃好像一点不知情的样子？果真，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妾刚刚一时激动，臣妾失言了。臣妾可是答应过，不跟任何人说起这事的。皇上不要再问了，臣妾可不能泄密啊！泄什么密？你赶紧告诉朕怎么回事？你是怎么知道皇贵妃人选一事的？这件事情，朕可没对德妃提起过半句。娘娘，德妃娘娘来了。欢迎德妃妹妹光临咸福宫啊！静妃娘娘已经来钟粹宫看过我2次，其实我早就该来拜访静妃娘娘了。走，今儿咱俩好好聊聊。
姐姐，这件事情跟德妃还有关系。果真，你赶紧一五一十的向朕禀报，不得有任何隐瞒。皇上，臣妾说过，臣妾不会瞒着皇上任何事。这件事情，臣妾也不会瞒着皇上。董姐姐她也是好意啊。果真，你现在怀有身孕，不必归了。谢皇上。别着急，慢慢同朕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关系德妃，你就有所顾忌，有所隐瞒。是。德妃娘娘，再过几天就必须要确立皇贵妃了。皇上如此宠你，静妃娘娘，这事儿是该皇上和皇额娘决定，我们就别再讨论了。本宫也是真心关心你，才想跟你聊聊。其实这事明摆着，皇贵妃的人选就你跟2位贵妃。说实话，你们3个都是好人，无论是谁晋升为皇贵妃，本宫都没有怨气。静妃娘娘，这皇贵妃之位，小婉从来没有想过。即便是皇上这样想，小婉也绝不会答应的。德妃娘娘的话，本宫相信。可皇额娘如今的想法，我估计，她定是想让兰贵妃上位，然后晋德妃为贵妃。不过咱皇上如今是越来越强了，这回皇额娘怕是拗不过皇上。静妃娘娘，这件事情小婉实在毫无兴趣。好好好，那有关于皇贵妃的话题，本宫就不再说了，咱俩聊聊别的吧。德妃在暗查皇后，你没告诉皇后吧？没有，董姐姐可是一再叮嘱臣妾，这件事情臣妾连皇上都没有禀报，怎么可能告诉皇后娘娘呢？这么大的事，德妃她居然敢瞒着朕，还要你也瞒着朕，她到底想干什么？皇上息怒啊！董姐姐也是为了臣妾好，她也是怕臣妾的孩子会受到伤害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多纳她归为皇后，她怎么会害朕的孩子？她跟你关系这么好，说出来你信吗？皇上，可千万不要生气，是臣妾不好，臣妾没有帮董姐姐严守秘密，臣妾罪该万死。朕现在就去找德妃说清楚，问问她到底想干什么。大功就要告成，只差最后一击。刘公公，什么事？德妃娘娘出去了。啊，出去了？去哪儿了？去咸福宫拜访静妃娘娘去了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！什么事？奴才得报，德妃娘娘不在钟粹宫。去哪儿了？说是拜访静妃娘娘去了。速传她回来见朕，朕就在这儿等她。这……刘公公，皇上怎么了？火气这么大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大概是跟静妃有关系吧。姐姐，刘公公来了，样子很急。停轿。见过德妃娘娘。刘公公免礼吧。谢娘娘。刘公公怎么会来这儿找我呀？德妃娘娘，万岁爷在钟粹宫龙颜大怒，万岁爷让奴才来请德妃娘娘回去问话。皇上在钟粹宫发脾气，
那皇上来之前还去过哪儿啊？万岁爷从兰贵妃娘娘那里出来以后，脸色就不大好。皇上之前去了果真妹妹那儿，万岁爷好像对德妃娘娘有一肚子的火。得知德妃娘娘去了静妃那里，更是脸色骇人。德妃娘娘见了万岁爷以后，一定要小心回话呀。多谢刘公公，小婉知道了。那咱们赶紧走吧。好。皇上，果真妹妹所说的，也的确都是实情。果真的话都是被朕逼出来的。她对你可真是贴心的，说漏了嘴，哭得跟泪人似的。皇上，果真妹妹没有错，这错全在小婉身上。当然是你的错。你明知道朕非常讨厌索尔达，你更知道朕钦定了他的罪。你居然还会相信他？你居然怀疑皇后多纳，她才燕的人，你让朕怎么想你啊？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娘娘，娘娘，臣妾给娘娘惹麻烦了。怎么了？什么事这么惊慌？海儿，你带他们出去，把门关上，别让人进来。是。妹妹，起来说话。谢娘娘。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刚才皇上来看望臣妾，皇上这次是铁了心要敬董小婉为皇贵妃啊。皇上的训斥，臣妾暂时不能接受。是，臣妾是不该怀疑皇后娘娘，可是臣妾这么做，也是担心果真妹妹和后宫其他姐妹再遭毒手。臣妾心如清泉，毫无杂念。可是皇上的训斥，让人觉得似乎臣妾是有所图谋，在下面搞什么阴谋诡计。你怎么又自称臣妾了，小婉？你知道朕为什么生那么大的气吗？是因为你不应该瞒着朕，你知道吗？是，这件事，臣妾照理说是不该瞒着皇上，是臣妾不对。可是臣妾之所以不敢告诉皇上，是怕皇上知道后一定会龙颜大怒，事情便没办法进行。可是，臣妾没想到，果真妹妹没守住这个秘密，还是让皇上知道了。德妃，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你知道朕为什么去看果真吗？朕就把实话告诉你，朕去看果真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你。为了我？对，马上就要见皇贵妃了，朕心目中的人选是你。可皇娘、皇后他们不认可，他们认为最佳的人选是果真，因此朕想去说服果真，让她主动退出竞选皇贵妃。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皇上知不知道，皇上这么做，后宫必定会大乱，皇额娘也一定会左右为难。小婉对皇贵妃之位毫无念想，这事皇上是知道的呀。再说晋升果真妹妹为皇贵妃是再合适不过了，皇上为什么要劝果真妹妹主动放弃啊？皇上这样做对果真妹妹极不公正，也太残忍了。姐姐，姐姐，皇上还说，如果姐姐能在德妃晋升皇贵妃之事上与皇上同心同德的话，
皇上就当不知道这件事，也不会责罚姐姐，那皇额娘也就不会知道。皇上抓住了本宫的把柄，你又这么想成全你的董姐姐，那本宫也只能跟皇上同心同德，帮助你董姐姐上位了。小婉，如果依着朕，朕早就封你为后了。但因为你的身份，因为皇额娘的阻挠，朕实在是没有办法。可是你在朕的心目中，你要比果真强上100倍。所以这次进皇贵妃，朕必须要晋升你。朕不但要晋升你，朕还要在晋升皇贵妃的同时大赦天下。原来皇上说的大赦天下的由头喜事，是指这个？就是这个。皇上对小婉的情太重太重了，小婉真的难以承受啊！小婉，朕跟你的情，天地可见，日月为证。朕只是觉得，为你做的太少太少了，朕真的是太委屈你了。不，皇上为小婉做的实在太多太多，皇上对小婉的爱也太深太深。朕希望从现在起你不要再查皇后了，你不用去给皇后道歉，更不要再听苏尔娜的话。你能答应朕吗？小婉答应皇上，小婉不再过问皇后娘娘的事。可是皇上，你也一定要答应小婉一个请求。小婉对皇贵妃之位实在没什么念想，皇上千万不要晋小婉为皇贵妃。皇上不要让皇额娘左右为难。事到如今，小婉恳请皇上答应小婉。姐姐，妹妹哪里是要成全董小婉呢？妹妹是只能跟皇上这样说。妹妹的心意，姐姐你是最清楚的。再说了，姐姐不是也极其不愿意看到董小婉上位吗？照这么说来，妹妹上位的心意还是十分坚决的。是，妹妹的心意十分坚决。再说了，这皇贵妃之位，总不能让一个汉女子去做吧？可是，皇上又不知道妹妹的心意，所以妹妹，请姐姐成全。姐姐若是成全你，那是跟皇上作对，惹皇上动怒。姐姐，晋升皇贵妃一事，姐姐本来就有一份说话的权利啊，而且皇额娘的心意又十分明确，姐姐又在怕什么呢？姐姐若是跟皇上保持一致的话，皇额娘恐怕会对姐姐不满。倘若姐姐表明立场，反对董小婉晋升皇贵妃，那皇额娘就会多一个支持，这董小婉就更加无望了。妹妹相信，皇上是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情跟皇额娘闹翻的。只要姐姐态度鲜明地站出来，
只会对姐姐有好处。妹妹可是越来越聪明，越来越成熟了。姐姐其实是怕妹妹打退堂鼓，只要你不退，姐姐又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董小宛上位呢？妹妹多谢姐姐夸奖。妹妹，这可是在姐姐的教导下慢慢成长的。妹妹可是越来越淘气了。启禀皇后娘娘，慈宁宫来人传话，太后娘娘请娘娘晚膳后过去议事。知道了，怕是要议着皇贵妃的事儿吧？今天晚上恐怕跟皇上还有一场冲突呢。姐姐，妹妹晚上就去看董小宛，探探皇上对她说了些什么。皇帝，我听刘光彩禀报，最近德妃跟静妃有些来往，今天德妃还去回访静妃。额娘对他们两个人的突然来往有些奇怪，皇帝您可知道这里面的缘由吗？后娘，儿子也是今天刚知道这件事。儿子质问过德妃，可德妃却对儿子说，他认为索尔纳是真心想和他交好。索尔纳和淑妃对他已经没有任何的敌意，德妃的回访完全是出于礼节和善意。不过，儿子还是狠狠地训斥了德妃，并警告他，以后绝不可以再跟索尔纳有任何的来往。姐姐，都是妹妹不好，妹妹一时失口说错了话，害得姐姐受到这么严厉的训斥。妹妹真的是好后悔，妹妹怎么总是藏不住事呢？果真妹妹，这件事既然已经过去了，你就不要再介怀了。皇上训斥我，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。皇上只不过对静妃娘娘成见太深。再者说，皇上如果有心要问，以妹妹心思单纯的个性，想瞒也是瞒不过去的。姐姐，妹妹有一些话想单独跟姐姐说说。扣扣，你带上云儿先去门外守着吧。是。走。果真妹妹，有什么话你便说吧。姐姐，咱们在这里说的话，这外面万一有人经过，我怕也会听见。妹妹今天所说的话，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的。那好吧，那咱们俩到睡房谈吧。嗯。皇帝，额娘和皇后都认为，晋升皇贵妃还是果真最合适。同时晋升德妃为兰贵妃，这是十分英明的决定，德妃自己也会心安。是吗？皇后，你也是这意思吗？皇上，臣妾的意见无足轻重，不过臣妾以为，为了后宫的安宁，为了皇额娘更称心，也为了禁卫的公正，臣妾完全赞同皇额娘的旨意。公正。说到公正，那朕还真有件事情想问你。你为何把皇额娘和朕的意思私下告诉了果真？这公正吗？
姐姐，皇贵妃一事，你就不要再推辞了。姐姐不能生孩子，妹妹已经为此事替姐姐痛苦不已。姐姐若是再推辞的话，可就是把妹妹置于不仁不义的境地了。妹妹千万别这样说，妹妹的真情好心，姐姐十分感谢。可是皇贵妃之位，妹妹是再合适不过的。而且皇上也已经答应我，不再考虑让我进位之事。姐姐，那是皇上在敷衍你啊。皇上对姐姐的爱可是天高地厚的，皇上是绝对不可能改变主意的。那姐姐便在苦劝皇上。总之，皇贵妃之位，姐姐绝不考虑，也绝不接受。姐姐，你为何要这么固执呢？怎么了？姐姐，刚才可能是太过激动，好像是动了胎气了。董姐姐，鱼儿身上带着安胎定神的药，麻烦姐姐帮我去拿一下，我吃了就没事了。那你安心在这等着，我去取酒来啊。皇帝，前一阵子后宫已经够乱够险了，现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，咱们不要再为晋升皇贵妃的事折腾了吧？就定果真好吗？皇娘，果真和德妃的感情极好。果真都说了，她绝对不会跟德妃争抢皇贵妃之位。如果现在这么强定果真，果真她心里会非常痛苦的。臣妾去说服果真，果真还是听臣妾的。朕还没有说完，你急什么？皇娘，您再想一想，皇贵妃的人选一定，若干年都不会动。您已经下旨不让德妃生孩子，这就算是对她的一点补偿，可以吗？这样吧，现在离宣布新晋皇贵妃的时间还有几日，我们都好好想想吧。额娘希望皇帝也好好想想，也许皇帝就与我们的想法一致呢。如果真的不能，恐怕我们只好宣布，晋升皇贵妃一事，得破例暂时搁置一段时间了。好，这个儿子同意皇娘的提议。皇帝，你不会突然间下旨强行晋封德妃吧？皇娘您放心，晋封皇贵妃，并不是晋封普通妃子。皇娘没有点头同意，儿子是绝对不会强行下旨的。这个儿子心里很清楚。更何况，就算儿子擅自下旨封德妃为皇贵妃，那也是无效的。好，皇帝清楚这点就好。怎么样，好些了吗？好些了，姐姐。你真是吓坏姐姐了。你说你要在姐姐这儿有个什么好歹，姐姐怎么跟皇上还有果真妹妹你交代呀？姐姐，姐姐，这时候也不早了，妹妹跟鱼儿就先回去了。妹妹要想回去便回去吧，回去好好休息，可千万别再有什么闪失了。姐姐你就放心吧。云儿，小心照顾你家主子。姐姐快歇着吧。妹妹快坐。谢姐姐。
妹妹，你可不知道，昨天晚上皇上和皇额娘火药味可重了，双方都不肯让步，恐怕这皇贵妃的尊位一时之间还定不下来。不过昨天晚上，本宫也豁出去了，还跟皇上当面顶撞了几句。臣妾永远铭记皇后娘娘的恩德。这定不下来也好，反正啊，董小宛也上不了位。不过你知道吗？皇上现在晋升董小宛的同时，大赦天下。什么？皇上可没跟我说过这事啊。姐姐，皇上是要把董小宛当皇后一样再封再立啊？可不是嘛。若是这董小宛真的上了位，别说是你，恐怕连本宫都没好日子过了。姐姐，反正董小宛还上不了位，咱们先不说这些了。明天在姐姐这里有一个例行的聚会，姐姐要训示些什么话，可以先告诉妹妹吗？倒也没有什么特别要训示的。不过我想，关于这皇贵妃的册立，怕是众妃最关心的事情了。本宫倒也想看看董小宛会说些什么。